上星期日舉行嘅日本站 F1，小弟有幸再次帶隊去現場觀戰，咁喺度咧都要再次感謝32位團友嘅參與。咁見到團友們睇得開心、玩得開心咧，我就覺得非常滿足㗎啦。咁翻返去呢一場日本站比賽，坦白講，其實都冇咩好回顧啦，因為就算喺現場睇啊，都睇到我有啲呆呆地啊。好彩我坐嘅係 Honda 應援區，咁所以阿 Max 帶頭同埋贏車都會有多啲氣氛。咁結果呢場車都真係有啲似 Monaco 啊！排位賽嘅前10名同埋正賽名次，除咗咸美頓同埋 Hadjar 咧係換咗位之外咧係一樣嘅。維斯塔本力壓兩部麥拿倫，成功由頭帶到尾，贏得今季首個分站冠軍。至於賽前嘅焦點，新上位大牛嘅角田裕毅，從結果上嚟睇咧係有啲令人失望嘅，仍然係日本名酒米一九羊。咁但係整體嚟講又係咪真係咁差呢？咁今次不如就好簡單咁講下紅牛兩位車手嘅表現，以及講下我今次再到日本睇比賽嘅一啲所見所聞啦。咁其實喺現場睇比賽咧，接收到嘅資訊其實好少嘅，我都要翻去再睇精華重溫下嘅。咁呢個時候咧就要用到今次嘅贊助 Surfshark VPN 啦。所以 VPN 就係 Virtual Private Network，係一個可以將你嘅網絡行蹤隱藏嘅服務，令到你上網嘅時候更加安全，更加能夠保障你嘅私隱。另外 VPN 亦都有一個對我哋車迷好好嘅功能，就係破 GeoBlock 啦。使用 VPN 就可以幫你利用當地嘅 server 上網，順利收睇賽事。譬如我喺日本嘅時候，夜晚想翻酒店睇 beIN Sport 剪輯嘅全場精華，我就可以 VPN 翻香港就睇得翻㗎啦。咁而睇 Formula E 都可以 VPN 去老撾，就可以喺 YouTube 免費收睇啦。另外睇 Netflix 你都可以透過 VPN 收睇到唔同國家地區嘅節目，比淨係睇香港嘅多好多。Surfshark VPN 係市面上性價比最高嘅 VPN， 一個 account 就可以無限設備使用。而非 TV 嘅觀眾用指定嘅連結 surfshark.com/FayTV 或者用我嘅優惠碼 FayTV 就可以額外送多4個月優惠。咁想打就快啲利用 surfshark.com/FayTV 申請使用啦。今年嘅 F1 日本站係紅牛同埋 Honda 合作參加嘅最後一次主場賽站，咁所以 Honda 咧都十分隆重其事，投放好多資源去宣傳。首先咧就喺星期三喺東京台場嗰邊嘅 showrun 啦，然後都配合 Honda 參加 F1 60年嘅系列嘅廣告，然後當然就係嗰一部白牛車花，未開賽就已經令人十分之期待啦。咁當然啦，最大嘅宣傳就係角田裕毅臨時升上大牛嘅消息。突然間，全場嘅焦點都落實喺紅牛身上，但係現實係佢哋喺賽前咧係極度唔被睇好嘅。上一場喺上海，就算係阿 Max 都係大落後，更加莫講係連車都未試過嘅角田啦。咁而踏入到比賽週末，呢一種感覺就更加強啦。大熱門麥拿倫一如所料咁領先，而紅牛嘅圈速甚至係比平治同法拉利更加慢嘅。而呢個情況咧，直至到排位賽嘅 Q1 同埋 Q2 都係咁樣。麥拿倫仍然係領先嗰個，阿 Max 嘅紅牛甚至係比羅素嘅平治慢，咁所以當時我哋喺現場咧，基本上係冇人會估維斯塔本會喺呢一場攞鋪嘅。然後 Q3 就嚟啦，當時羅利斯又再刷新圈速，暫時排喺頭位。然後我哋見到維斯塔本嘅神圈 Sector 1成功 match 到羅利斯，然後到 Sector 2落後咗少少，然後去到 Sector 3。呢一場係黃咗第一個 sector。咁應該冇喎，冇啦應該。要變出嚟㗎，要變出嚟㗎！黐線㗎喎，咁樣就黐線㗎喎。點樣變出嚟㗎？我相信唔止現場嘅我哋啊，全部有睇直播嘅朋友應該都唔能夠相信維斯塔本可以咁樣反擊成功，而佢贏嘅就係 Sector 3嘅唯一重殺區，即係呢一個 chicane。佢係比羅利斯遲25米收車，然後又收得切，起油又冇慢羅利斯太多，於是就以0.012秒之差奪得排頭位資格。我哋再睇下 F1 Tempo 嘅數據啊，原來喺入彎之前呢，阿 Max 本來已經輸咗0.19秒㗎啦，然後一個遲剎車就令到佢變成領先0.1。最後雖然起油慢過羅利斯啊，但都係能夠喺起終點線嘅時候贏0.012秒。我再睇翻整體嘅數據啊，發現阿 Max 咧真係駕駛得非常之盡啊，全部都係靠 lay brake 去追時間。
但係麥拿倫架車係真係好嘅，全部出彎都可以快啲，而且可能又因為嗰個撳都撳唔到嘅彈彈尾翼，成條用唔到 DRS 嘅後山直路咧係賺最多嘅。不過最終就係靠阿 Max 嘅神奇一剎，最終攞到排頭位嘅資格。而呢個亦都係比賽關鍵，因為呢場比賽實在太過難爬頭啦。本來都知道06賽車場因為得一段 DRS 區，而且接住嚟咧係快彎，本來咧就好難爬頭噶啦。然後今場又因為天氣凍，令到輪胎消耗又比正常少，有新胎都唔係追好多，策略都變得有啲單一。咁所以阿 Max 要一直喺前面，任阿羅利斯同埋阿 Oscar Piastri 點樣去追都好啊，都接近唔到阿 Max， 甚至到唔到阿 Max 嘅 DRS 範圍。全場最大危機咧就係嗰個 pit stop 嗰陣啊，阿 Max 係慢過羅利斯1秒啊，咁但係出 pit 嘅時候都係喺羅利斯前面。咁基本上前3位車手之後嘅比賽咧都係不分上下嘅，圈速一直都喺各自嘅0.1秒左右，追又追唔近，拉又拉唔開，一直拉鋸到最後一刻。結果韋斯塔本都係能夠頂到最後，連續4年攞到日本站嘅冠軍，係今年3場比賽嘅第3個冠軍。羅利斯第2 ，Piastri 第3，三甲同我首次去睇日本站嘅2023年係一模一樣嘅。係啊，呢一場絕對係一場悶戰嚟嘅，甚至係有摩納哥嘅味道。但阿 Max 絕對係贏得唔容易嘅，一個失誤或者係放鬆咗嘅話咧，就隨時冇咗呢一冠噶啦。如今嘅韋斯塔本咧係正處於職業生涯狀態高峰，真係只係得佢先至能夠將呢一部唔應該喺三甲嘅賽車拉上第一。就算今場紅牛有 upgrade 啊，都唔應該贏到麥拿倫嘅，但係佢就做到啦。正如艾朗素所講，阿 Max 就好似2012年嘅時候嘅自己，攞住部雞車嚟到爭冠軍。但係咁樣嘅情況咧，唔可能每場都得嘅。譬如下場巴林站啦，就算帶出嚟，後車爬頭嘅機會應該會更加高。咁所以紅牛都係要繼續努力，先至能夠真正有機會爭全年總冠軍。如今車手榜，韋斯塔本只係落後羅利斯1分嘅啫 ，Piastri 都淨係落後13分，形勢都仲係好緊湊嘅。咁睇下之後會唔會仲繼續咁近啦？同贏車嘅阿 Max 相比，今場佢嘅新隊友日本主場所有人都支持嘅角田裕毅就有啲私人獨潮水啦。同賽前嘅期待滿滿，甚至期望自己能夠上頒獎台嘅願景比，現實卻係無情咁樣將佢拉翻落嚟。排位賽喺 Q2 犯錯，甚至係喺我哋前面見到佢都震咗一下，結果淨係排第15位，比佢取代咗嘅 Lawson 仲後一位添啊！正賽最終係以第12位完成，比佢舊年嘅第10咧都仲要差啲。咁不過其實又係唔係真係咁差呢？係唔係真係米一九樣呢？咁首先佢嘅準備同佢嘅前任又或者更加之前嘅佩雷斯等等咧，就差太遠啦。賽前淨係可以用 simulator 嚟到試車，甚至部 sim 同埋實際嘅賽車反應，佢喺實際駕駛完之後都表示有好大分別啊！咁所以佢嘅準備咧係唔可能足夠嘅。再加上今年日本站嘅特色燒草啊，多次嘅草地起火，令到 FP2 同埋 FP3 因為多次紅旗而縮短，再加上杜漢嘅意外延誤，令到角田嘅準備更加不足。但係即使係咁樣，佢喺練習時候嘅圈速咧都算係跟得上阿 Max 嘅。而去到 Q1 嘅時候，佢甚至能夠做出同阿 Max 相距唔夠0.1嘅時間，只係 Q2 真係有失誤，先令到佢冇辦法晉級啫。而之後嘅比賽咧，佢都做盡咗㗎啦。第一圈逼到 Lawson 犯錯，升上1位，換胎之後過埋加斯利，咁但係之後都無能為力啦，因為實在太過難爬頭啦，只能夠一直跟住艾朗素，跟到最後以第12位完成。對現場車迷以至到佢自己嚟講都係失望結果。咁但係好彩，暫時車隊內部以至到媒體車迷嘅輿論咧，都係仲係比較撐阿角田嘅，甚至俾佢攞埋 Driver of the Day 添。咁但係就算係咁樣，都唔代表角田能夠放鬆㗎。相反，隨住時間，佢嘅壓力將會越嚟越大，要佢盡快交出成績，否則佢隨時又會俾人換走㗎啦。特別係佢喺細牛嘅舊隊友，淨係第3場出戰嘅 Isaac Hadjar，今場以第7位起步，第8名完成比賽，攞到職業生涯嘅首個積分。加上佢係 Helmut Marko 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親自挑選着紅牛青訓嘅車手，比起角田呢一個人哋個仔咧，肯定更加偏愛嘅。咁所以角田都真係要快啲加把勁。今個禮拜嚟到巴林，理論上係佢較熟悉、較擅長嘅賽道嚟嘅，就睇下佢能唔能夠喺紅牛攞到分數啦。
咁其實今場咧可以講嘅嘢仲有好多嘅，譬如係麥拿倫有冇失策啊，法拉利點解今場冇晒戰力啊，以至到 Antonelli 嘅好表現等等。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不如講多少少今次我去睇比賽嘅所見所聞啦。嗱，如果有去現場觀戰嘅朋友咧，都可以喺下面留個兜點下名嘅。咁今次咧就係我連續睇嘅第2場 F1 啦，亦都係我連續第3年去現場睇日本站。帶團咧就係第2年，咁今次咧俾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比以往多人咗好多啊！而今年亦都的確係自2006年以嚟最多人入場嘅日本站，就算係星期4未有比賽嗰一日啊，都有好多人入去，為嘅就要參加呢一個星期4嘅 pit walk。咁呢個亦都應該係公眾門票持有人呢個禮拜最接近車隊同埋車手嘅一刻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識人嘅話，係可以再近多少少嘅。星期4咧都咁多人啦，都咁塞車，咁可想而知星期5、6日會係點樣啦。星期5係練習日，亦都係可以自由坐嘅一日，咁所以大家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坐同埋睇。咁但係呢一日啊，亦都係行程當中最辛苦嘅一日，因為大風得好過分啦，真係會吹到頭痛嘅。而且冇太陽嘅時候都真係幾凍嘅，又要行山，又要日曬雨淋，都話日本站係最 hardcore 一個啦。咁不過如果你腳力好嘅話，好建議大家行去西區，因為嗰邊先至有得玩 sim、玩 pit stop challenge 等等。咁而且觀賽角度咧都好精彩嘅，好值得星期5過去睇下嘅。咁星期6咧就係排位日，重點行程咧係之後嘅前夜祭。咁但係今年咧竟然幾乎係冇安排到車手去 F1 stage 嗰邊啊，係全部安排晒喺禮拜5晚上。咁所以留到夜晚嘅都係想參與最後嘅 night pit walk。喺呢度咧真係要講啦，好好笑嘅嘢。嗱，話說喺排位賽完咗之後咧，約莫4點嘅時候就有團友報料，話 night pit walk 呢啲人咧已經排緊隊啦。一直從尾灣嗰度沿住摩天輪排上山，到我去到現場嗰陣咧，嗰條隊已經排到接近130R嗰度啦。咁所以嗰陣咧，我都叫未排隊嘅團友不如唔好排啦。反正我哋都參加過星期4嘅 pit walk 啦。咁所以咧，我就選擇咗喺前夜祭散場之後，上去大看台坐下，睇人哋參觀 pit link。我一出閘啊，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咧，哇係佢想追住前面嗰個嚟跑喎。係啦，咁佢係去邊個車房咧？咁然後當我哋喺上面超住睇嘅時候，突然有團友睇到看台中間嘅大閘開咗，俾看台上面嘅觀眾入場喎。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喺冇排隊嘅情況之下，7點準時入咗去行 night pit walk。咁嗰一刻真係只能夠講，呢個世界好唔公平嘅。我哋一路喺看台度喺度坐，諗住唔入㗎，突然間見到中門大開，自己衝入嚟啦！等咗成2個鐘嘅，真係唔好意思。咁所以我哋大部分嘅團友咧，都係成功參與到呢個夜行 pit walk 嘅活動嘅。咁去到星期日，反而賽前活動咧就唔多嘅，主要都係睇車手巡遊啦，以及正賽。場比賽冇辦法啦，就係咁樣。所以更好玩嘅當然就係完場之後，大家去東賽道走一圈啦。咁好多朋友為咗唔使完場之後塞車而提早走，錯過咗呢一部分咧，我覺得幾可惜嘅。因為06賽車場真係好值得落去行下嘅，感受下賽道嘅高低起伏，感受下車手所見到嘅。咁今年我好難得咁樣一連去咗上海同埋日本2站 F1啦，2站都係各位觀眾較有機會去嘅賽站嚟嘅。咁邊一站更加值得去呢？咁首先我哋比較下票價啦。呢一點咧，上海係稍勝嘅，因為就算係最貴嘅白金看台門票咧，都只係380人民幣啫。而日本站大看台最貴嘅門票咧係要14萬 yen 嘅，都要成7000幾港紙。咁但係總體嚟講，2站嘅票價都唔算係貴㗎啦。至於交通同埋酒店，上海我覺得真係平好多啦。我係去嘅2個禮拜之前訂嘅，都係正常價貴少少咁多啫。而日本就因為撞正櫻花期嘅，咁所以機票酒店都貴咗好多。有人更加話過咧，佢係貴咗好幾倍嘅，特別係名古屋嘅酒店。咁另外觀眾交通同埋配套方面咧，上海都係完勝嘅。淨係賽車場有地鐵站啊，都已經贏晒，要從白紙站坐接駁車06啦。咁就算係自駕都要塞車，停車場都要行好遠。嗱，跟我團嘅朋友就最好啊，因為我係包咗旅遊巴，咁所以每日咧都係差唔多送到門口嘅，又喺門口接大家，慳翻唔少體力啊！嗱，好啦，入咗場想食嘢又點樣呢？咁呢一度咧，日本站就贏啦。除咗因為價格更加相宜之外，更重要嘅係種類更加多啊！由西式快餐去日式小食都有。咁相反，中國站咧就基本上淨係得快餐啫。
而且每個餐都至少100蚊人民幣，咁唔算貴嘅，但真係唔可以話係平咯。至於話場內其他消費，譬如係買 merch 等等呢，上海站真係唔知點解係貴啲嘅，係到禮拜日先至大減價。而日本站嘅話，本來啲 team merch 啊，譬如係車隊衫等等咧，都係貴嘅。但係重點就係嗰啲 Japan Limited 嘅產品，因為好多都唔係官方嘅車隊產品啊，咁所以係會平少少嘅。特別係呢啲 HRC 嘅角田應援物啊，講到呢一點呢，亦都係日本站嘅優勝之處，就係佢有好多日本站獨有嘅產品。咁車隊亦都為咗日本站做咗特別版嘅產品，咁所以我喺上海站咧係一件貨都買唔到嘅，而日本站咧我係買到1代2代嘅，呢個真係日本站嘅一個大賣點。有 HRC 有角田就多好多特別嘢啦。咁但係我去到現場唔係為咗買嘢噶嘛，而係睇比賽噶嘛。咁比賽內容同埋氣氛又點樣呢？咁講到比賽內容，冇辦法啦，上海站咧就較優勝嘅，因為佢係 Sprint Weekend 啊嘛，咁所以一個禮拜2場比賽已經贏晒㗎啦。再加上上海站今年嘅 Supporting Race 更加多，並且有 F1 Academy 呢一個大家都有多啲興趣睇嘅比賽，咁所以入場之後睇比賽嚟講嘅話呢，上海站係更加抵嘅。咁日本站都有啲 supporting race 嘅，咁但係嗰啲都唔係大家好有興趣嘅比賽嚟嘅，咁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淨係睇一場 F1 正賽嘅啫。咁當然啦，今年嘅話係連嗰啲唔係太受關注嘅 supporting race 咧，反而都更加好睇啲嘅。咁至於話係觀戰氣氛嘅話呢，有分場內同埋場外嘅。場內嘅話，日本站大家都可能聽講過㗎啦，係有啲靜嘅。特別去到比賽中段嘅時候，大家都冇咩反應，最多都係角田經過拍手掌解嘅啫。成個 C 區 H 段最嘈嘅應該就係我哋㗎啦。上海站嘅話咧，大家觀戰嘅時候係多啲嘢講嘅，多啲反應嘅，咁所以投入感係好啲。咁但係去到場外就冇嘢好講啊！日本車迷咧嘅創意真係冇得比嘅。而且場地嘅佈置都係會讓你一直感到好興奮、好期待嘅狀態。再加上舞台上面係有車手啊、有車隊領隊嘅見面會，咁所以場外嘅氣氛咧長期都好好嘅。咁最後就係睇比賽之餘嘅活動啦。咁呢一點咧，日本站就真係完勝啦。因為上海站嘅活動對公眾門票嘅觀眾嚟講咧，就淨係得比賽嘅啫，以及臨時出現嘅車手見面會。咁但係日本站係由禮拜4開始一直去到比賽完晒啊，都有大家可以參與嘅活動，包括 pit walk 以及最後嘅 track walk。咁呢啲上海站都係冇嘅，大家完場之後即走咧，都係唔會錯過任何嘢。咁最後講到乾淨有禮有秩序咧，咁日本站都唔使講啦，一定係井井有條啲噶，睇得更加放心啲嘅。咁不過上海站都唔差嘅，至少都真係唔會差得過我同樣去過阿布達比。咁所以如果只係為咗觀戰，冇打算太多體驗嘅話呢，上海站係幾物超所值嘅，而且更加方便，亦都冇咁攰。除非你好似我哋咁樣，日日都要行7層樓梯啦。咁但係如果講整體體驗，可以玩，可以買嘢，可以近距離睇車隊工作、行賽道等等呢，日本站呢都係優勝啲嘅，更加值得大家由朝留到晚。咁所以大家會更加想去睇上海站定係去日本站行山呢？都可以留言講下嘅。咁喺度咧都要再次感謝一班參與我睇車團嘅團友，可以一班人一齊睇比賽，每日完咗之後一齊去食飯去玩呢，真係比自己一個人去有趣好多。而我哋團咧唔單止包車包酒店啊，而且仲包埋旅伴啦，包埋新朋友啦。今年我哋仲更加去咗玩小型賽車添，有一睇賽車之餘，仲可以自己玩賽車，見到大家玩得開心，我都好高興啊！咁希望之後都可以再搞啦。嗱，話說有人統計咗自己去睇日本站咧，淨係3日啊都要每人2皮。我今次包大家6萬連機票，連 F1 連卡仔連旅伴連埋我自己都係差唔多啫。咁如果下年再搞嘅話咧，大家就記住快啲報名啦。咁不過都唔使等下年嘅，我今年9月都有 WEC 團啦，價錢都係差唔多嘅，但係可以睇到嘅就會更加多，甚至可以直接揾車手簽名啊！如果想同我一齊玩嘅話，就快啲報名啦！咁今期節目就差唔多啦，今次係第3次去日本睇 F1 啦，仍然都係非常之興奮、非常之開心嘅。而今次咧，我喺睇完比賽之後咧，更加去咗附近好幾個日本本地嘅卡場玩，有啲都真係好特別嘅，好值得大家去日本嘅時候都試下。
咁之後咧就會逐個介紹下呢一啲喺中部同埋關西嘅卡場，咁所以大家都記住留意啦。最後都想問下大家會想去邊一個 F1 賽站觀戰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嘅。最後都想再一次感謝一班會員朋友，包括太子爺嘅 Alan Choi、Reuter Wong、David Chu、Low Dennis 同埋 O Hattery， 以及沙皇炸彈嘅肥龍、Jason D、David Henry Lee， 仲有 Onyx 同埋 Live 級別嘅各位會員，有你哋嘅支持先至可以令到我繼續製作呢啲賽車相關嘅影片。咁就係咁多，我係阿飛，我哋下次見，拜拜。